各位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中嘉新闻周报，我是石凯文。高铁南延确定采高雄方案，未来高雄车站将成为三铁共构的交通节点，也是开销最贵的一条路。目前预估造价超过2000亿元，未来如何透过车站的大都更与周边的开发，创造效益，并逐步回收投资，将是市府需要长期思考的议题。我们希望未来的高铁将会来到高雄车站。我们采用高雄方案。去年底，行政院长卓荣泰宣布，高铁南延计划拍板采用高雄方案。高雄车站即将要升为国内少数三铁共构的交通核心。该计划预计在2027年完成环评，2028年完成综合规划，并以2039年通车为目标。不过，随着原物料上涨，高雄案评估造价已经超过2000亿元。这笔巨额的建设经费，未来该如何有效回收，达到财务自偿，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因为现在的这个资金非常的庞大，那加上随着逐年的这个物价调整，那加上高铁是一个将近2位数的年份，10年以上的这个工程的整个完工可能要到2037、38的这个年份，那所以它的物价势必会逐年的去攀升，所以现在这个数字也不等于是5年后的这个数字。那我们其实就要看说整将近5公顷的这个土地，它如何去带来更大的价值。面对评估年限内财务难以回收的挑战，是否近年积极推动车站大都更政策，期盼借由公办都更与经济发展带动效益，例如近期的冠德建设得标车专4与车专5，预估可以引进民间资金60亿元。为了缓解沉重的财政压力，市议员张博洋指出，关键在于创造高雄车站的价值，因此市府应要整合中央与业者，透过双方的大都更平台，系统性的规划并提升高雄车站的品牌与经济价值。其实在车站本身的这个开发潜力是还有的，那加上把周边的这些土地如何把它整合起来进行一个连带的开发，我相信它整体的价值，再加上未来的高铁串联之后，大家就不会这么的在意这个2000亿，反而是2000亿投下去之后，后续如何带来更多的这个经济产值。那我觉得重点还是要回到说市府跟这个台铁，以及包含日盛生这个冠德，如何这些愿意进驻的这些厂商，大家如何去沟通，然后去协商，然后去带动这里的一个活化。当年毛治国否定高铁进入高雄车站，就是对高雄没有宏观的城市发展思维，才会导致现在要花更高的成本。我呼吁未来高铁高雄案动工，一定要以轨道经济的思维，通盘思考连结车站与周边商圈、美食、旅宿、景点等的共生共荣，创造轨道经济的最大效益。原本的高铁南延总营方案，因为环评安全疑虑，临时喊卡，改为选择新的高雄方案，却也是开销最昂贵的一条路。未来如何让高铁带来的不只是交通便利，更能结合都更与经济发展，将会是高雄迈向城市升级的重要关键。记者孙军高雄报道。国岭自然公园开幕后，就成为高雄市最热门的公园景点。为了达到澄清湖大公园的目标，高雄市政府规划设置一座人行天桥，连接澄清湖的迷宫公园与国岭自然公园停车场。工程预计在115年的年底完工。国岭自然公园在10月10号开园，受到市民喜爱。国庆3天连假就吸引了7.5万人次到访。而高雄市政府计划打造澄清湖大公园，其中国岭自然公园与澄清湖园区虽然毗邻，中间却隔着一条松义路，因此市府规划设置一座连接澄清湖园区与国岭自然公园的人行天桥，预计明年底完工。全长是180公尺长的钢桥。那会连桥体的部分是60公尺，横跨松义路，总共经费是8800万左右。那我们预计会在今年的11月份会上网公告，预计在明年年底之前完成。市民朋友，他借由着澄清湖的迷宫花园的部分，然后一直连接到国岭自然公园的这边的那个停车场来做使用。国岭自然公园开幕后，成为高雄观光健行的热门景点，每天都会有大批民众开车或是骑摩托车前来散步逛公园。听闻将有人行天桥，民众都大表赞同，认为可以更快的逛遍2座公园。直通的当然是好啊，我们省很多时间啊，省力，不用再绕一圈啊，直接走过去就好了啊。省时省力。对啊，过去然后再回来，这样子就可以了，很方便，是可以玩2个公园，可以玩1天。
上午玩这边，下午玩那边。整个人行天桥将从国岭自然公园的停车场连接到澄清湖园区的迷宫公园。由于两座公园位处丘陵，有坡度差，将采缓坡方式兴建。坡度各是8.3%左右来做无障碍的设施，来让市民朋友能够借由这无障碍的通行环境来做通行使用。人行天桥可避免人车争道，也能确保民众休闲散步的通行安全。记者吴佩珊高雄报道。为了彻底解决从国道下青埔的塞车问题，交通部高工局举办国道2号大竹交流道改善工程动土典礼，部长陈世凯与桃园市长张善政都到场与会。工程总经费约14亿元，疏解回堵到主干道的车流，提升通行的效率与安全，预计2029年全面完工。交通部长陈世凯和桃园市长张善政共同焚香祝祷，祈求大竹交流道改善工程顺利。为了彻底解决青埔的塞车问题，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在3号举办国道2号大竹交流道改善工程延伸跨越市道110甲动土典礼。交通部长陈世凯跟桃园市长张善政都特地到场见证。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也上台说明工程情况，由于先前的开放路肩和调整双车道都成效不彰，下青埔的车潮还是会回堵到国2主干道，因此预计在现有大竹出口匝道增设高架桥，延伸跨越桃园市道110甲线，也是中正东路，让车流可直接通过中正东路及南清路口，借此疏解回堵车潮，提升通行效率及安全，预计2029年完工。在这个之前，其实我们就是比如说这个下匝道之间的一个彼端的匝道其实我们就先调整为2个车道，在去年往芦竹的，往我们青埔的，然后尖峰时间的路肩我们也开放，可是还是不够，它还是回堵回来所以还是要有就是说整个一个大的一个改善方案，所以整个的一个工程的一个推动高速公路局在桃园市政府提出可行性研究之后，其实我们整体的这个工程，我们还包括我们的下匝道，我们也改善了1144公尺，主动改善1140公尺，经费是1.78亿，跟交流道的改善9.97亿，所以总经费是11.75亿元是中央的经费。那地方的话，整个的一个这个用地取得跟我们南清路台31线的拓宽有1.84亿元，大家共同来把这件事情做好。另外，由于工期长达4年，势必影响在地交通，高速公路局局长也说明详细规划，除了利用夜间施工外，也将与桃园市府交通局合作来管制，并请市府拓宽南清路，以无感施工、有感完工为目标，来完成2阶段施工。未来的交维的部分，我想我们也会跟市府的交通局、警察局一起合作。在施工的过程，因为接近4年的一个工程所以我们大概有一些改道，有一些夜间施工调梁，需要地方来一起努力。我们分2个工区，在这个地方分2个工区来办理。那第一个工区的话，主要是跟我们的国道的国有土地有关。那国有土地我们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已经可以开始来施工了。那第2工区的话，其实因为就是南清路台31线要拓宽后，我们的这个地区的这个车流可以移到这个拓宽的路段，我们在原有的路段才能够落顿。桃园市长张善政也和立委共同上台，感谢中央及国会的支持，协助解决困扰在地已久的塞车问题。桃园市议员徐其万也表示，青埔地区近年发展迅速，许多景点也吸引外地游客前来，因此地方上自2014年开始检讨交流道问题，终于在今天能够开花结果，民众都十分期盼能早日完工。谢谢交通部的支持跟立委的争取。我们国道2号大竹交流道匝道的改善工程今天正式动工，主要就是要跨过我们县道110甲。那么现在是一个平面的路口，所以常常回堵到高速公路主线，尤其是上下班时间非常的拥塞。那么这个工程如果能够顺利完工，跨越刚刚讲的110甲线以后将来可以疏解我们高速公路上的车流，对于国道2号的这个车流疏解有非常大的作用。那么我们非常期待，不止这个工程，航空城附近还有我们的国2甲延伸到台61还有国1甲的
的兴建，这些对于桃园尤其是航空城地区发展都非常重要。所以我们非常期待这个工程还有连带的几个工程能够整体把桃园的航空城发展带动起来。谢谢。我们青埔高铁地区真的快速发展，而且宜居的来到这边的人口越来越多，再加上近期呢，我们的华泰名品城、星光影城，还有 SPA 水族馆IKEA， 还有我们棒球场，还有我们的会展中心，这整个双旧呢，在人口挤进来，那就是卡在交通最重要。那现在这个大竹交流道只有单线进来，而且要跟我们中正东路义林甲线中正东路呢，那这个整个平行道呢，这个红绿灯一塞车，整个就没脸的回堵到我们的国道2号，所以回堵了很长的时间。那今天这一段从103年底呢就开始讨论了，那现在终于呢，经过多年的我们在议会一直在提出，经过我们的高工局、我们石种交通局大家的努力，终于今天呢要举行动工典礼我们非常地方大家都非常的期待这个高架桥能早日如期如此的完工完成。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交通建设对于桃园未来相当重要，交通部会全力来支持。尤其大竹交流道改善工程，不仅能造福青埔乡亲，对出国民众来说，也可不再受阻于这段车潮，导致前往机场时间变长，是很大福音。交通建设对于桃园的未来相当重要，因为桃园是一个新兴的都市，而且是一个未来看得到的明星的一个都市。那刚刚市长有特别提到国1甲跟国2甲这2条线，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将会来动工，也就是说，我们整个桃园的交通建设，交通部一定会全力来支持，而且脚步会加快，那我们这个交流道很重要的，不止未来是我们青埔的乡亲跟市民朋友很重要的一个通路，希望减少他们塞车的几率之外，我们在国2上面要到机场的好朋友们，其实时常因为这一段拥塞，所以到机场其实拖了好多的时间。如果这个交流道能够做很好的改善，我相信对于去机场要出国的民众来说，也是很大的福音。桃园市府交通局表示，目前正由航空处办理侧车道及南清路拓宽工程，预计明年初完工，并再交付给高工局来衔接主体工程。另外，中央也同步推动国道1号中丰交流道、国道3号八德交流道及国1甲、国2甲延伸等重大计划，总投资金额超过1100亿元，持续完善桃园整体交通路网。就由桃园报道。针对未来基隆新市镇大楼的公办都更案，有在野党的议员提出质疑，甚至到大楼前举牌抗议，市府如何回应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画面上是郑文婷议员到基隆市政府进行举牌抗议，质疑基隆市新市镇大楼的公办都更案有违法疑虑。想要呼吁廉政平台的各位委员，不要让廉政平台成为市府的遮羞布。不要让新市镇大楼成为基隆的精华城。针对外界对于新市镇大楼的公办都更案有所质疑，市长谢国良表示，透过政风检调单位的大力协助，让整个公办都更案从头到尾都透明公开，请市民放心。然后你从这个会议的讨论，有这些政风同仁的参与，这个局处的同仁也比较能够掌握这些法律的这些要件。那么从政风同仁角度，他也可以比较理解这些政策形容的过程。那如果没有这些中间的沟通，只看后面的结果，那现在有时候容易就会被人家误导或误会。那包括大家也现在都看到了，我们整个市政大楼的政策的形容的过程中，也都有这个政风单位大家的积极参与，现在甚至也有其他司法单位，所以我觉得基隆市的市政有这些政风处，包括国政处长领军的政风团队来协助我们，真的是甚感欣慰。市长谢国良进一步强调，类似的公办都更案有非常多成功模式，会持续向外界说明，解除疑虑。其实我想请大家比较一下，我们现在港务宫在做的一德新村，它也是把现有的土地拿出来征求实施者，然后大家做权利变换，那跟各自分回各自的一些这个楼地板面积，甚至我们也找到一个案例在高雄，也是公车处的闲置用地。
然后呢也是由征求实施者，然后大家彼此分回彼此的楼地板面积。我记得高雄那个案子好像是预计市府就是公车处的部分，好像会分回32%到35%左右的楼地板面积，所以跟我们这个案子几乎是孪生兄弟哈。这个案例，我觉得有机会我会请这个都发处来说明一下，因为最近有找到一个案例，高雄跟基隆是一模一样，所以我觉得透过这些基隆市内以及高雄市的相关案例，民众会很清楚，再加上政风单位的全程参与，我想民众会很清楚我们的透明施政。据了解，新市政大楼的公办都更案，未来规划能够把目前各处的办公室合并办公，以方便民众洽公。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为了推动智慧科技的应用，在营造现场，桃园市劳动局与职业灾害预防重建中心特别在龟山国民运动中心工地举办智慧工地减灾观摩会，集结营造业者与工协会的代表参加，关注职安与科技应用的成效。有了。桃园副市长苏俊斌体验扫脸就能打开管制栅栏的高科技，以及空拍无人机巡检工作，感叹高科技为工地带来的安全升级。为了推动智慧科技应用在营造现场，桃园市劳动局跟职业灾害预防重建中心特别在龟山国民运动中心工地举办智慧工地减灾观摩会，集结营造业者跟工协会代表参与，共同关注职安跟科技应用成效。我们希望说能够创造更多的场域，让降低职灾的科技能够验证。我们发现有很多很不错的想法它可能来自科技业，可能来自学界我们希望说能够降低营造工地的风险。可是这一些想法不见得能够落实，我们需要很多的能够验证的场域。今天就是一个最好的方式我们很谢谢我们合作的营造的公司，还有我们各工协会，提供各种可能的场域，大家一起来脑力激荡，一起来推演，让真正的职灾的风险能够降到最低后续如果我们验证认为有效的，会在桃园市更加积极的扩大推展。观摩会现场展示多项实际导入工地的减灾科技应用，除了高科技、高经费的智慧工具跟 APP， 只有营造董事长以自身经验出发，用仅1000多元的成本打造出高空工作车预防过高系统，展现出科技应用不一定需要高成本，更重要的是实用性。一个压扣开关其实只有7块钱，那这4根 PVC 管，它的长度也只有2米。那加上相关的电源，加上我们的那个警报器，所以说我们整个的系统串联起来，总共只有1170块。材料的部分啦，当然还有结线的工资，结线的工资可能就是300-500块。严格讲起来，就是我们2000块钱就可以解决这样的一个高空作业车被夹伤的灾害。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其实因为我被夹过，现场的所有的 AI 设备其实。费用比较高的大概就是我们的即时人员定位系统，因为它的感应设备比较多。那例如说我们的无人机的系统，其实我们只是用一个无线，大家最常看到的无线电的手机，那加上一个无线电的喇叭，它的成本全部加起来，不含无人机，大概就是5000块钱左右。但是我们可以做到安全看得见。危害听得到，我们可以及时的预防我们劳工他在不安全行为的时候所产生的灾害。副市长苏俊斌希望透过市府劳动局跟新工处的跨域合作，结合产官学能量，共同打造科技防灾验证场域，并指出许多优秀的构想源自于科技业跟学界，但如果缺乏真实场域验证，就难以落实。而观摩正是最好的尝试，透过实际应用跟推演，让职灾风险降到最低。未来如果验证成效良好，市府也会积极在桃园扩大推动。记者赖伟一头报道。高雄市博爱卡、敬老卡可以搭高雄捷运特约计程车，后续新增搭乘台铁运动中心、艺文场馆等用途。市议员范之清在议会质询时表示，许多长者还是不清楚如何使用博爱卡以及敬老卡，希望市府能加强宣导。高雄市议员范之清在议会社政部门质询时表示，博爱卡、敬老卡可搭高雄捷运、渡轮、公车以及特约计程车等。后续新增了搭乘台铁、运动中心、艺文场馆等用途。
但许多长者还是不清楚如何使用博爱卡以及敬老卡，希望市府加强宣导。博爱卡跟敬老卡这个部分是我们市长的一个美意希望说这个我们原住民我们所谓的55岁以上已经有领过这个所谓的原住民的那个老人年金的部分希望能够来适用这个部分，但是还是有很多的长辈就不知道怎么使用，所以我才会请我们的社会局能够主动去关心一下。不管你是用敬老卡或者是用博爱卡，我们都会有一卡通这样的一个卡，我们说要 BB 要有一个机器。那有些的计程车，因为它没有装设那个机器，就没有办法使用敬老卡或博爱卡。所以我们现在为了方便，就是我们的长者还有我们的身心障碍朋友可以知道说，哪些是可以使用，所以我们才会有一个贴纸，就是说你是敬老博爱的这个特约车队，那也就是说你可以使用我们的敬老卡或博爱卡来做乘坐，因为你就可以直接使用它来过卡。民众表示，博爱卡以及敬老卡可搭乘捷运、渡轮、公车等，但不清楚如何使用其他场域。也有民众不知道如何使用，资讯也不足。因为不是很懂，所以要问。真的？对，是这样。资讯或者什么都不太清楚。不太清楚，就是搭车像那个有一些什么展览的地方或是什么健身房，都可以用。其实它用的那个很广。社会局指出，会制作文宣与加强宣导，并且与市府局处合作，让更多长者知道如何使用博爱卡以及敬老卡，并清楚知道优惠措施。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台南拓展国际的旅游市场迎来重大的突破。市政府与台湾虎航合作，将在今年12月推出台南直飞日本熊本、冲绳等2条全新的国际航线，机票正式开卖，让想要前往日本的游客不必再从桃园或高雄出发，出游更便利。台南机场自2020年疫情冲击之后，国际航线大多停飞。这几年虽然有仙台、清迈等包机复飞，但始终缺乏固定航班。台南市观旅局积极争取与台湾虎航合作，在12月推出台南直飞日本熊本、冲绳航线。消息一出，引起许多游客关注。不用我们再特地搭飞机到桃园去，然后再从桃园飞。就这样其实可以节省很多车程就我觉得还不错，但是也要看它的票价如何。台南熊本与冲绳分别是日本与台湾最具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在历史文化、美食观光方面也都有交流。其中熊本与台南都有台积电进驻设厂，冲绳与台南都有海洋文化背景。台湾虎航新航线的起航，不仅缩短2座城市的距离，更能带动旅游人潮。现在是开通，但是能够持久，所以我们需要一些软硬体设施都能够配合，也希望大家多利用，这样的载客率高就能够经营得下去，载客率低就一段时间就经营不下去，希望大家多支持。台南熊本是每周2、5开航，台南冲绳则是每周4日开航。2条新航线正式开卖，冲绳单程未税1599元起，熊本未税1799元起，欢迎民众赶紧把握机会抢票。除此之外，台南传统美食也将推向国际，推出全新机上餐阿勇家东坡肉，让日本游客一上机就可以马上品尝到台南味。记者寿海棠的报道。乐天桃园封王游行日前盛大登场，从乐天桃园棒球场出发，沿途行经仁海宫、体育局与慈护宫，最终抵达桃园市政府。市长张善政与球队代表发表感言后，市府举行升旗典礼，全场气氛沸腾，啦啦队热舞，球迷欢呼，共同见证属于桃园的荣耀时刻。乐天桃园封王游行2号在桃园掀起热潮，游行车队从乐天桃园棒球场出发。沿途经过中立仁海宫、桃园体育局与慈护宫等，许多球迷身穿球衣，拿着旗帜在路旁挥手欢呼，还有一群球迷骑着机车跟随游行车队。
一路护驾前行。球迷高喊的呼声此起彼落，沿途洋溢着兴奋与感动。I'm feeling really emotional. I love the Monkeys. I love Taoyuan. I love everybody in this place. Really, I feel emotional, and Taoyuan deserved this, and my friends deserve this. And it was a very rough ride during the Taiwan series. We almost lost, but together we cheered the team to victory. And today we're going to celebrate the victory. 这一次从逆境一路赢到总冠军，真的非常的感动。就是已经好多年没有感受到，身为桃园的球迷有这么感动的时刻。我们都已经留下我们男儿的眼泪，都是为了今年的桃园。所以我觉得今年其实打出一个完全不同的韧性。今年的冠军实至名归。原本我们后面2场的门票都抢到，刚好第5场我们没抢到，结果第5场就拿下冠军了。所以那个林红玉轰2分的时候，他瞬间眼泪掉下来。对啊，所以就很感动。我以为他很感动，结果他说明天不能请假，我不能去台中看棒球了。游行队伍最终抵达桃园市政府前广场。舞台上由乐天啦啦队热舞开场，炒热气氛。桃园市长张善政、球团领队执行长牧野信辉、总教练古久保健二及队长林立先后上台致辞，与万名球迷分享夺冠喜悦。这是可以看到他们一路克服逆境，越战越勇敢，尤其最后一战扣人心弦，对不对？从落后到平手，到延长赛领先拿到冠军，对不对？我想每一个人，每一个10号队友的心都绑在上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梦，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我们桃园自己的巨蛋，对不对？跟大家报告，这个巨蛋会坐落在我们中立的体育园区。我们现在已经在做规划。準備用促3 BOT 的方式，明年会招标。初優勝を届けられたこと、チーム一同とても嬉しく思います。那这6年，感谢10号队友们，大家不离不弃，不管是我们表现好或没有表现好的时候，都继续的支持我们。那这一座总冠军是大家一起努力而得来的，那也有10号队友大家的一个尽力支持我们。那谢谢大家的支持跟支援，让我们今天有一个好的结果跟好的表现。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支持乐天桃园。一になれたと、本当にファンの皆様の声援のおかげだと感謝しております。然后这个力量，转换成球员的力量，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力量，真的是非常的感谢各位。就是说，想要再看到更多粉丝的笑容，所以。明年希望也可以举行那个蜂王游行，然后会继续努力。体育局也表示，全市国民运动中心3号、4号免费开放游泳池与健身房，并推出蜂王3重优惠与桃园亚洲职棒交流赛等系列活动，与球迷共享喜悦。最后，乐天执行长牧野信辉将冠军讲座献给市长张善政，象征城市与球队共同的荣耀。市长与球员高举奖杯，与所有球迷共享胜利喜悦。随后升旗典礼登场，桃园男儿的应援曲响起，旗面在微风中缓缓展开，欢呼声与歌声交织，气氛热烈而温馨，为蜂王游行画上完美句点。记者李成浩桃园采访报道。2025府中奇幻城压轴登场，府中搞什么鬼盛大登场。新北市长侯友宜化身马里欧，与民众开心同乐，让我们跟着镜头一起来看看。2025府中搞什么鬼？游戏启动，耶！100分100天要100分。 2025府中奇幻城压轴活动，府中搞什么鬼？周末热闹登场，吸引大批民众变装共襄盛举。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化身成为马里欧，亲自发糖果给小朋友们，带领大小朋友一同登入电玩奇幻世界，展开万圣节限定的冒险。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新北市政府近年积极推动府中双城美学示范基地计划，透过多元特色活动吸引年轻族群参与，将府中打造成舒适且具青春气息的场域。府中搞什么鬼？
对我们府中商圈非常的重要。因为这段时间我们在府中广场，不然想象或是情人节，都引来满满的人。那下半年府中7万整个耶诞城也会给府中商圈带来满满的人潮。那今天借着万圣节，大家看到好多小朋友拿着药糖果，等一下市长用无敌星星分大家糖果，好不好？市长这个叫什么？马里欧对不对？马里欧比什么？来，这样子对不对？这样子对不对？不过马里欧要留着胡子啊。那想他没给我胡子，我就戴墨镜啊。这我当然是马里欧的爸爸。新北市长侯友宜也指出，新北市长期耕耘电竞相关产业，有全国第一个由地方政府成立的电竞人才培育基地。今年首度与新北电竞产业总会合作，以电玩为主题，打造为期近1个月的2025府中奇幻城系列活动，并设计手机的解谜游戏，吸引更多年轻族群走进府中，带动商圈人潮与经济活动，让民众在享受节庆氛围的同时，也能支持在地店家。中国的，还有这个黄的，黄底的动动，马里欧加油！希望今天大家开心那好好的，大家把自己的表现呈现出来，充满着自信，充满着希望。尤其今年特别结合电竞，结合我们的手机游戏，一起分享喜悦。新北市经发局表示，今年活动以电玩为主题，踩街队伍也特别邀请亚洲前卫艺术表演团体带来招牌机器人演出，并安排专业电玩 coser 与民众近距离互动，营造沉浸式的游戏氛围。同时，搞怪市集集结超过30摊新北特色美食、生活文创与伴手礼摊商，以及10家电竞主题摊位，期盼让市民在吃喝玩乐中感受新北创意与活力。记者肖世宏新北场报道。2025巴德3C Holiday 在11月1号到2号迎来最高潮的压轴主场周。巴德路一段封街变身潮流的舞台，集结3C、ACG 与星光音乐3大主题，从白天到夜晚热闹不断，游戏体验、动漫展摊与音乐的演唱轮番上阵，吸引人潮挤爆巴德的资讯商圈，成为秋季最嗨的城市派对现场。2025巴德3C Holiday 压轴周活动内容丰富多元，不论是电玩挑战、cosplay 舞台秀，还是互动体验区，都吸引民众热情参与。观众期待的星光演唱会，邀请许多重量级卡司上阵演出，让巴德资讯商圈气氛嗨到最高点。巴德资讯商圈发展协会表示，感谢市府多年支持与资源挹注，让活动一年比一年精彩，也让商圈人气与业绩双双成长。5周的活动给店家带来了满满的人潮，然后提袋率也相对应的提高。那当然啦，很多优惠就是回馈给各位会到我们商圈采买的民众朋友们。那今天呢，除了前面的动漫周、电玩周、2次元周，还有我们的开场周，所以我们把比较重要这前面几周的元素，今天都呈现在我们的巴德路上，让大家一起来游逛。其实我去年也有来参加，那我发现今年比去年更热闹，然后更有活力哦。那台北市政府对于这个商圈，我们是支持不遗余力的。那在巴德资讯商圈整个活动过程当中，我想我们商业处也提供了很多的一个资源，那我们整个商圈呢，更加活络，更加的生意的更加兴旺哦。那我也期待的这个活动呢，每年越办越好，来宾越来越多。活动中最受瞩目之一的马里欧赛车世界互动游戏，吸引大批粉丝围观。实况组与观众同场挑战，趣味满满。现场民众表示，能与创作者近距离互动，让游戏变得更有临场感与参与感。光看一个赛车就可以很刺激，很让大家一起参与的感觉啊。然后也有一些互动，也有一些奖品的话，其实也会想要上去试一试。我觉得蛮不错的啊。
对，就是平常可能宅的东西就比较少人在看，然后如果比较有大家可以玩的地方的话，还是蛮不错的。现场更集结前3周人气亮点摊位，随着封街人潮涌入，周边餐饮、电玩与创意摊位人潮满满，许多业者笑称业绩成长超过5到6成，让八德资讯商圈再次成为台北秋季最夯的逛街热点。我们3C 产品跟数位产品比较相关，所以把大家集合在这里，然后都是相关对这些有兴趣的人来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商品，更多人认识我们。这样来往，今天光我们的 LINE 官方，我们的好友就加了将近500人。一到封街的时候，人潮非常的多，然后来转的人也非常多。像下午基本上排队已经排到没办法走了，真的是让我们的营业大概提升到快6成，真的很多。压轴主场周活动在音乐、欢笑与热血中圆满落幕。2025八德3C Holiday 不仅带来潮流娱乐，更让八德资讯商圈以崭新活力，成为科技与创意共融的都会新亮点。八德3C Holiday。记者李慧台北报道。松山文创园区年度盛事2025原创基地节即日起登场。今年以旧产业的铁道为策展的主轴，串起松烟、台北酒厂、瓶盖工厂与台北机场等5大产业的遗址，透过6件装置艺术、2组现地表演、1组室内主题展与走读导览，带领民众沿着城市的旧轨迹，追溯台北城市发展的历史脉络。原创基地节，以厂为家。松山烟厂，月明万象，工作勤切快，制品尽优良。石东制作的演员带领台北市文化局长蔡世平等人一起唱起松烟厂歌，为2025原创基地节活动揭开序幕。这是松山文创园区年度盛事，今年的主题言之有物，就是以旧产业铁道为主轴，串起松烟、台北酒厂、瓶盖工厂与台北机场等5大产业遗址，透过装置艺术、现地表演、室内主题展与走读导览，带领民众沿着城市的旧轨迹，追溯台北城市发展的历史脉络，也让民众以全新视角认识台北与产业铁道的历史。言之有物，沿着铁路，台湾人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生命历史，甚至包括身家的那个寄托，都放在铁路史上。所以我想今天我们的原创基地节的言之有物是非常有意思的，把台北从西往东五个沿着跟铁路有关的、跟台北的工业发展有关的场址联系起来。我很骄傲，我们松烟在这里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串联的角色。这次的言之有物，其实我们就是用一个铁道的沿线来去做一个主题，所以呢，我们的所有的现地创作的作品当中呢，都有这个铁路或者烟厂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资讯。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个在3号变电站外墙的雷雕壁画创作《途径市民大道2》，艺术家莫山兰说明作品的由来。我们刚刚到周边一块一块一块都全部都是手绘，来去探索跟了解台北的街道的一些风景跟一些就是捷径，然后去改编去画出来在每一片上面，让台湾就是去做一个拉车程，就是市民大道很快速的穿越城市，跟一块一块去观察一些城市的一些细节跟平常生活的故事。办公厅舍外面则是艺术团队3名志工的陶艺装置、业基、横上、轨道，连接办公厅舍1楼的室内主题展览，详解松山烟厂历史，更有珍贵的制烟过程记录影片。从这个条道路从铁支路变成了烟厂路这一段过程当中呢，我们有哪些的变圈？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古今照片的对照，就是旧照片跟新照片的对照，还有以前的作业的流程，以及呢我们会看到一支很珍贵的纪录片，里面有以前的烟厂的女性的同仁们真正在工作时候的样态，相信大家看完了以后呢，会对烟厂有更多的了解。接着在巴洛克花园平台则有巨幅阵列作品烟镜，这些石头都是来自铁轨下方的石头道扎石。它这个所有的创作作品呢，都是环保的材质。你会看到各界的原创基地节或者松烟所办的所有的展览的这个文献之外呢，所有它所使用的石头都要非常谢谢台铁，因为这是道扎石，对不对？就是台铁的这些所有的这个铁路下面的那些石头，我们拿来这边再次的做运用。
锅炉房一侧艺术家周伯庆的声音雕塑作品《共振于时间里》，也是运用台铁旧铁轨重新制作。位于机器修理厂廊道行架，则是艺术家邱杰生设置的互动装置。松烟其实就是一个台湾工业的火车头的一个起点嘛，所以说呢，我将这个东西跟榕树结合在一起，原因也是因为想要把这个旺盛的生命力与台湾的现代化连接在一起。所以说，通风馆就在这里面产生一个很具有象征性的工业的这种能量的所在，所以将它串联在一起，包含了上面的各种不同的那种灯的那个霓虹灯的字句，也是象征着那个松烟的那个不同时间的一个断代的一个代表性的。七座艺术家陈协健与李俊成的七座壁画，则在1号及2号仓库间的墙面进行现地创作。除了艺术作品、主题展及走读展览外，松山文创园区也首度与台铁公司合作，联名推出烟厂寻味便当，设计灵感来自烟厂老员工记忆的菜色，希望让民众一同体验烟厂时期的餐桌文化。以往在坐火车，其实最期待的就是吃火车便当，对，就是我们可能没有像局长那么浪漫的回忆，可是我对火车便当的回忆是非常棒，尤其是那个有那个圆形便当盒的那个便当，哇，那真的是以前觉得人间的美味，所以我们这一次也跟台铁有一个小小的合作，有去做一个联名的便当，然后也会在4个这个台北、南港、松山还有七堵的这边来做一个期间限定的特卖，希望大家一起把这个台铁便当的回忆一起来想起来。活动期间，还有与台北市青年局合作推出的2025国际青年艺术家进驻计划，将有8位国际涂鸦艺术家与园区涂鸦创作，预计11月底发表成果。松山文创园区11月中旬也将推出线上展览平台，让民众不受时空限制，轻松体验松山烟厂转型松山文创园区的蜕变历程。2025言之有物，胜利启程。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英国、法国、日本、泰国以及台湾等10位当代艺术家，即日起在基隆美术馆举办国际大展 We Are Me， 我们到此一游，展出28件作品，创作内容十分多元。副市长邱佩玲主持开幕仪式，与多位艺术爱好者共同感受艺术多元的表现形式。以概念性的视觉来探讨日常，利用儿童的嬉戏和想象力，英国艺术家藉由创作挑战成人世界受到现实和表现局限的行为模式。英国艺术家第一次用镜面去反射空间。艺术家考量，然后他觉得要产生这个无限的空间的延展，还有借由数位影像、VR 和行为表演等多项媒材，日本艺术家山内祥太将人体情感和现实科技同时呈现。Yeah, we are me。 2025年度国际大展 We Are Me， 我们到此一游，在基隆美术馆登场。由艺术家于正达创造的虚拟角色法咪咪，以策展人身份策划，邀请了英国、法国、日本、泰国及台湾10位当代艺术家，共同展出28件作品。作品从影像、装置到互动体验，呈现网络世代。展览里面它综合了很多当代艺术的形式，不管是装置啊、影像啊，然后甚至 AI 生成或者是这种数位监控。然后其实他在讨论的就是我们这种数位分享时代里面我们存在的样貌。这次就是由国内外不同的艺术家，然后 Ryan Gander 是英国当代的知名的艺术家，然后跟卡米尔安侯他是法国艺术家，然后2013年也获得了那个威尼斯银狮奖，然后这一部录像也是首次在台湾发表。副市长邱佩玲出席开幕式，和多位艺术爱好者共同观展，感受艺术多元和时代思考。我觉得 We Are Me 重点是来真正是探索人的内心，我们看到的东西都是我们其实新的投射。那怎么样借由不同的观点重新认识自己、接受自己、活出自己？我想是应该到此一游，最终希望带给每一个观众的感觉。这项展览从即日起到明年2月1号，地点在基隆美术馆。文管局邀请市民走进美术馆，在作品与空间交织中，重新理解自我群体的连结，让基隆成为文化创新与艺术共感的城市。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
有着台湾开光王之称的道长吴正宪，10年来开光超过上万尊的神明，但有些神明之后却很少再见到，因此大约每隔3年都会举办神明同乐会，至今已经是第4届。有超过100尊的神明从全国各地前来参加。吴道长表示，无形的神明一起开趴，是既欢乐又有趣。当然，也有很多民众是特别来欣赏这些稀有神像的手工艺。王母娘娘戴上华丽凤冠，还有装束翅膀的飞天虎爷，少见的天蓬元帅，旁边的济公耍酷戴上墨镜，甚至是比10元铜板还小的玉皇2殿下披上金甲。这边有超过上百尊的神明，不是宫庙的建教，是府城延陵道坛的神明同乐会，不限神尊的。对，就是当时是想说，我开光的新尊请来，可是要求这些网友，他们就很想来参加，后来就没有说固定是我开光的神尊能请来的。道长吴正宪早前立下每年开光1000尊的目标，不但年年突破到1500尊，至今加起来总共开光超过上万尊，可以说是台湾开光王。只是有些神明开光后就很少再看到，因此有让神明回来开趴的想法。爬到第10周年，然后举办的同乐会，那完之后就有第2届、第3届、第4届，那这次是第4届，2年后是第5届，是我爬到第20周年。不知不觉就来到第4届，这回特别制作5色琉璃天狮牌，前3年是做银牌送给每尊神明做纪念。吴正宪说，道教神明开趴，相信是既有趣又欢乐。下一届是在2年之后，也是最后举办神明同乐会，预估到时候会超过3-4万尊的神明。记者是怀谈的报道。2025国际火舞艺术节在台南的安平渔光岛登场，演出结合了火舞、音乐与艺术装置。根据文化局的统计，首日就吸引了6万人入岛，让即将成真火舞团用这场盛典邀请世界的火舞者一起走进台湾。金曲乐团迷先生歌曲一首接一首，台下的乐迷们举起手灯，跟着节奏摇摆。全台首届国际火舞艺术节以活力重生、岛上觉醒为主题，选在安平渔光岛举办。从下午的乐团炒热气氛，一路嗨到晚上的火神祭。手拿火箭，帅气一挥，火光四射。由台湾的即将成真火舞团领军，融合杂耍、武术与现代舞，以创新编舞、音乐与东方意象，打造出属于台湾的火舞语言。来自英国的足弓射手倒立以双脚精准射中箭靶，瞬间蹦出火花，全场惊呼连连。那我想这一次的国际火舞节，真是让我们看到了火舞的各种不同的形式。文化部非常开心能够支持这样，我们也希望能够继续支持他们，把火舞的艺术带给全台湾的民众。透过渔光岛这个艺术之岛来实践他们的梦想，用他们热情的火焰点燃了这个梦想。在台湾甚至整个亚洲都没有火舞节，在文化部的支持之下，火舞团就在台南自己办，邀请世界的火舞者一起走进台湾。夜间主舞台演出火力全开，来自5个国家，超过10组团队轮番登场，火扇、双棍、高空射箭与刀术火舞相当精彩。记者周怀谈的报道。由国家太空中心主导，国内团队自主研制超过80%的福尔摩沙卫星8号，将在11月正式升空。台南南营天文馆与国家太空中心以及成功大学特别推出星轨任务出发福卫8号特展，在天文馆免费展出。这次的展览除了看到福卫8号缩小版的模型之外，还有太空科技相关主题及互动体验。走入周末将开展的星轨任务出发福卫8号特展，各种太空科技的展示让人大开眼界。还是支援了我们一个6:1的那个结构。那在这个结构里面呢，我们就会可以看得到，在福卫8号上面的几个主要的构造，在这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包含到插背的天线，然后呢这个很厉害的照相机，然后呢成大的科学筹展，
在这个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透过策展人介绍，让人更了解太空科技中心的任务是什么，卫星是如何运作。福卫8号这是台湾3期计划的星系当中的第1枚成员发射，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那在这次的特展当中呢，我们展示了福卫8号整个星系的发展，然后卫星，还有包含到它的科学，因为这次的科学筹载是由成功大学我和几位老师的联合团队所共同负责。那我们展示了这个科学筹载的发展，还有它所要进行的科学项目。那我们希望在这个特展当中，让民众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到太空，从卫星科技、科学，然后一直到我们的台南在太空方面的历史轨迹。这次是南营天文馆由教育局调整到文化局编制的首档展览，配合福卫8号卫星在11月正式升空，特别联合国家太空中心与成功大学的精心策划。文化局长黄雅玲表示，福卫8号可以带领我们从地球到太空，这也象征台湾人民勇于挑战与坚持理想的精神。我刚就任的时候，曾经有提到一个想法，就是深耕于土地，但是也要摸得到天空。那也正好10月1号，天文馆正好编制上放到那个文化局，那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特展呢，我们正好把文化跟天文这2件事情呢，做了一个还蛮有趣的一个串联，所以也谢谢天文领域的专家们。那透过你们的努力，然后让我们的想象可以从地球到太空。协助策展的国家太空中心副主任朱崇慧表示，福卫8号带着精细照相机，肩负观测气候变迁、环境变化与灾害监测的重要任务，展现科技与文化交织的价值。太空中心起运的时候，那总统有过来特别莅临指导，那他给了这个卫星一个名字，叫做齐柏林卫星。那它主要的期许就是说，我们这颗卫星能够跟祈祷野的心愿一样，用影像来守护台湾。那从更高的地方，从太空来守护台湾。这次展览结合教育推广、学术研究与科技应用，民众透过展区介绍以及多媒体互动设计，让观众理解太空科技其实与日常生活、环境保护相互关联。配合展览开幕，南营天文馆25日也会举办科技点火、绚丽太空嘉年华活动，推出火箭 DIY、太空闯关以及亲子手作课程。天文馆欢迎民众一起来探索太空的奥妙与趣味。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将于澄清湖畔新建的国立原住民博物馆，今年6月风光成立筹备处，但至今都没有动工的迹象。在地议员表示，就连3大公园都已经开始串联，这块澄清湖区最后的拼图何时才有机会完成呢？促进高雄市政府的原民会应该加强力道，催促中央。高雄澄清湖风景区自从收归市府管理后，来访游客不间断，加上于连假期间开幕的国岭公园，澄清湖区再次成为民众休憩首选。不过，持续传出将新建的国立原住民博物馆却依旧未动工，也让人担忧。我们的那个筹备办公室，在市府旁边也设立了，可是预定地的现况就是什么都还是没有动，弄下去就是在那边100年、200年，对原住民。对于在地的民众也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文化的建设，这件事情，所以今年还是明年能够动工嘛？我看不到我看不到那个一点点的曙光我们掌握到的进度，现在他们要盖一个愿景馆，目前在规划设计，对，掌握到的进度是这样子。那至于说能不能动工，这还是要看中央原民会，因为现在是他们在主责。整座目前我们还没有这样的一个讯息，只知道愿景馆会先动工。这的确跟之前最早期的这个期程的确是慢了非常的多。原本的期程应该是今年就会看到它已经在做，然后再过2年应该会好，那是原本最早期的期程。这样，那我们会再来持续的，就是来追踪，然后来提醒中央原民会，我们高雄人的心声，跟高雄人很希望它能够赶快能够盖好。国立原住民博物馆于106年定址于高雄澄清湖，并在113年核定拨款近59亿元，作为第1期工程兴建经费，更于今年6月风光成立筹备处，前后历时8年多，但至今都未看到有正式开工动土迹象，不禁让人怀疑是否真能于原定的121年正式开幕营运。那在国岭
自然公园、澄清湖园区跟双湖公园陆陆续续来完成整理跟开放给高雄市民使用之后，澄清湖湖区的最后一块拼图就是国立原住民博物馆的这块预定地。那我们要呼吁市府的原民会应该要更积极的来跟中央行政院原民会来做沟通跟争取，希望能够早日的来进入工程，然后早日的完工。我想这个工程已经经历了非常多任的行政院院长，我们应该要赶快的把它完成，而不要因为这个时程的延宕、新建的成本跟对于地方发展的这个阻碍，我想这个负面的效果会越拖越久。那既然计划已经核定，预算已经核定，那行政部门就有责任应该让它早一点来完工。我想这个是不分族群、不分区域，这是高雄的大事情，这是台湾全体原住民族的大事情。行政院跟高雄市政府相关的主管机关应该要承担起更大的责任，我们议会也会持续来监督。对此，民众也乐见其成，希望能尽速兴建。很好，尽快，越快越好。但是，拢有听声无看影。作为一个高雄人，或者说台湾人嘛，乐观其成啊。澄清湖区域已达成初步整合阶段，但是这座万众瞩目的博物馆何时才能够完工？将这最后一块拼图补全，各界都等着看。记者陈宇轩高雄报道。香火鼎盛的寺庙前，总有许多美食店家。在凤山双慈殿前的小面店，卖着外省口味的双酱面，分量实在，味道香醇，还能吃到带有椒麻滋味的红油抄手，受到不少在地饕客的喜欢。假日一早，寺庙前热闹非凡，街道上人车往来频繁，还能听见市场摊贩叫卖的呼声。开在庙口对面的小面店也早早开业，准备迎接中午用餐的饕客。因为我们的大部分特色是双酱面跟麻酱面，因为里面的基本用料我们都是使用台湾猪肉，对然后都是现宰的，没有再用冷冻猪肉的。所以我们的东西都比较新鲜，然后调配的酱料也都是自己经过麻酱是经过特调，再自己调配，炸姜是要经过炒，要炸差不多3-4个小时左右。当然就是食材一定是最重要的啊，一定要是很新鲜的东西我们才会去做啊。如果是说食材不好的话，你做那个出来也没意思啊。对，不要让客人说吃到说现在又食安的问题都很重要啊。招牌的双酱面端上桌，先被面碗的大小吓一跳，满满的面条堆在碗中形成小山，随着筷子搅拌的动作，面条均匀地沾满酱汁，香醇滑顺的滋味让人一口接着一口停不下来。我们之前是有经过人去跟我们指点然后我们就是把它传承下来，然后再继续再去研发这样子。因为我们想说，因为都退休了嘛，想说也没事，就把自己的想说手艺再继续传承，介绍给很多好友去尝试，这样去品尝。我们就是从人武做的，然后做了6年，碰上疫情的关系，说我们那时候把那边店结束掉，然后我们就等了差不多2年时间，再转换到凤山这边看，刚好有店家要出租。那我们就来这边承租。一旁的红油抄手滋味更是独特，皮薄馅多的抄手淋上鲜红的辣油与葱花，香辣之中还带有一丝椒麻风味，可以说是店里的必点品项。记者洪俊杰、李品荣高雄报道。以上就是这周的中嘉新闻周报，感谢您的收看，祝您顺心，我们下次见。